爹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愿意舍身救人。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。我并没有想要杀他，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，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，想让他受伤中毒，不得不放了你。那现在解药呢？只要他放我们平安离开，我自会交出解药。你没事？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。一欢，你之前去哪儿了？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我之前出宫了一趟，遇到了樊姐姐，我才知道你们在宫里有危险。我这次回来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。大师兄，左额图不见了。一欢，你不该回来的。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龙小弟，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？太皇太后下了懿旨，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不求你放了我们，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杀了我，亲手杀了我。李公公，扶着他，扶着！别白费功夫了，你们逃不出去的。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尔等已是笼中困兽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若是你们肯归降于朕，朕保证既往不咎。皇上，还是让奴才把这帮朱明联盟的余孽全部拿下吧。退下。这朱思轩、李易欢、雪倾城，你们都听好了。你们虽然是前明的余孽，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性命。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你们一定会认为朕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残忍嗜杀的暴君。所以，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。龙小弟，你是说你要放了我们吗？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，能够造福百姓，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，辅佐朕，打造一个太平盛世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，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。玄烨，今日你假作大度的放了我们，不过是想兵不血刃的瓦解我们朱明联盟，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。朱思轩，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。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，只怕是江山未复身先死。你们要是不想留下，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。但是出了宫门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，而是我大清的敌人。玄烨，今日你放了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说朕胸怀宽广，能容常人之不能容。朕和你一样，恩怨分明。你们屡次救过朕的性命，朕受了你们的恩惠，放你们出宫，也算是还了这份情谊。朱哥哥，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镖，把解药分他一份吧，不要滥杀无辜。好。皇上，您受伤了没有？这药奴才先试试，如果有效果的话，奴才就给您留着。朕没事，朕有金蚕背心。李德福，你刚刚肯挺身救朕，也不枉朕赦了你2次大罪。奴才誓死效忠皇上。所图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放李易欢、朱慈轩、雪倾城3人出宫，3日之内不得追捕，
3日之后，他们就是朕的敌人。一经发现，立即捕杀，绝不留情。奴才遵旨。你们听到了吗？放他们出宫。现在是走是留？一环，跟我走吧。我下去了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，看吧，化作绽放万世的光束，绽放万世的光速。皇上，你可是一国之君啊，为何置大清安危不顾啊？皇祖母，孙儿并没有置大清的安危于不顾。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。皇祖母，朱仁义，朱新南，朱思轩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，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，那将是我大清之福。他若是不臣服呢？那朕就拔了他的牙，剪了他的爪。一只没了牙和爪的老虎，也就不足为虑了。他是前明的太子，只有收服了他，才能算真正的收服了人心。崴心决落时，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。真是深谋远虑呀！皇祖母都不如你呀！大师兄，全世界，小师妹，你们总算脱险了，刚刚把我和叶师弟都给急坏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上车再说吧。好。驾！康熙就这么放了你们？他的这份胸怀气度，确实令人钦佩。他不过是在效仿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策略，要杀了我们几个容易，但若能收服我们的心，他们大清才算是坐稳了这江山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被康熙的小把戏所迷惑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心事重重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全都白费了。婉梅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今天能最后决定跟我走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希望你接下来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回到之前的样子。
撤。这个泉水山庄也是我们的据点吗？不错，幸好我们在京郊的香山脚下还备下了这么一处据点。这是大明最后一个皇帝，大明最后一个皇后之灵位，这是你母亲的灵位，而其他这些，都是我大明的忠臣义士。有的是为了保护当年还是婴儿的你被清军所追杀，有的是为了光复我大明所牺牲的将士。欢儿，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知道了当年自己用性命换下来的大明后人，不但不想着为他们报仇雪恨，还爱上了他们最大的仇人大清的皇帝，你说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？靖王，不要生气了，欢儿也不是有心背叛我们的，只是不知不觉中了康熙的诡计，被他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了。欢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帝王的情爱和仁义呢？这是人间最虚幻的东西。好在欢儿已经离开了紫禁城，再也见不到康熙了，他慢慢会醒过来的。好，欢儿，你现在就当着诸位师长的面发下毒誓，从此再也不要理康熙，再也不要对他动心，跟他一刀两断，势不两立。否则的话，你将永堕无间地狱，永不得超生。我发不了这个誓，因为我做不到。我那样就是欺骗了各位师长，而且我也怕永堕无间地狱，不得超生。皇上、皇后、夫人，各位仁人义士，我李定国骄女无方，愧对列位。列位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，我李定国如今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？好，我这就到九泉之下来陪伴你们。靖王，靖王，你师父，樊太医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不可呀，靖王。爹，我错了，我发誓还不行吗？不过我得换个说法，即使您不同意，你也不用去九泉之下陪他们，就让我死了，去九泉之下跟他们请罪吧。那你说来听听。各位神灵在上，各位亡灵在上，我李易欢发誓，以后我尽量不会去想他，我尽量忘了他，我尽量不见他。但是如果我实在忘不了他，我会把他藏在我的心里的一个小角落里，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我各位师父还有亲友的情谊，也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如有为师，那就让我一辈子只能吃糠咽菜，再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食，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再也无福享受人间诸般美衣，让我变成一个丑丫头，不敢照镜子，人见人讨厌，人见人唾弃。啊！你这算什么毒誓啊？师父，这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小师妹生性贪吃臭美，这个誓言对于她来说已经比死还要毒了。义父，诸位师父，易欢虽然任性妄为，但在此类大是大非面前，绝不敢用谎言来欺瞒各位师长。更何况，情之一字，不是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的。易欢能立下此誓，已是真心在悔过了，还
还请诸位师傅就原谅他吧。靖王，太子说的对，过不了些时日，花儿会把那个人忘了的。可是，他只说尽量做到，万一他要是做不到呢？爹，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，我最怕的是吃不到美食，穿不到美衣，最怕的是变丑。我都发了如此毒誓了，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，那你就杀了我吧。你，靖王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光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也可以让易欢安心，不会再胡思乱想。什么办法？既然欢儿跟太子早有婚约在先，而且他们俩也到了婚配的年龄，我们先不想光复大明之事，就先让他们早点完婚吧。哎，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，3日之后为太子和易欢完婚。皇上，请用茶。这茶能喝吗？啊，茶叶还没发好呢。皇上，奴婢给你换一杯吧。不用了，退下。是。欢儿，你在哪儿？你可知道真正在想你，也在想朕吗？龙小弟，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，你有在想我吗？不过以后都不能再想你了，不然我就要一辈子只能穿粗布麻衣，吃糠咽菜，变成一个连镜子都不敢照的丑丫头了。老大，你真的要嫁给你的猪哥哥，从此忘了小弟吗？哎，走开！我不要见到你！走走走，快滚！小师妹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我不会滚的。叶哥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说让你滚。你穿成这样，你要去干嘛呀？我是来放你走的。放我走？嗯。小师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不可能跟我走，但我也知道你其实也不爱大师兄，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成婚，对吧？你去后门吧，我在那里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爹坐稳在你面前，你就只能悄悄逃走了。要不然，你真的嫁给大师兄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小师妹，快上马吧。小师妹，叶师弟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樊姐姐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小师妹听说这后山有萤火虫，想让我带她来抓几只回去玩，是吧？这山上哪来的萤火虫啊？我看你是想带小师妹逃走吧？樊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小师妹啊，不是我不想让你逃，大师傅他们早就想到你可能要逃婚了，所以特地派我来盯着你呢。樊师姐，你和吴英奇也是相爱不能相守，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放小师妹走吧。嗯。小师妹，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，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，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爱，也希望你能够幸福。你走吧，只是现在别骑马，以免惊动了师傅们。等走远一些再上马吧。帆姐姐，谢谢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师妹，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你快走吧，万一被大师傅、大师兄发现了，那我们就惨了。嗯，好。你们早就被发现了。朱哥哥，叶师弟，你对易欢可真是上心了，居然帮他逃婚。朱哥哥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他放我走的，是我逼着他让他放我走的。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朱哥哥，我不讨厌，相反，我很喜欢你。可是我对你的喜欢跟对龙小弟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让自己做勉强的事情。我知道我不能嫁给龙小弟，但是我又不想违心嫁给你。对不起啊，朱哥哥。大师兄，我不是想和你抢易欢，因为我知道，其实，在易欢的心里，我的地位跟你比差远了。我只是不想易欢嫁给他不想嫁的人，因为那样她不会幸福。朱哥哥，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要逃跑了，我跟你回去，你能不能别怪罪叶哥哥？真的，我说到做到。我答应你回去以后，我再也不逃跑了。但你千万别告诉我爹还有师傅们，不然的话，叶哥哥肯定会被重重责罚的。不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？暗中监视我，防止我逃跑。原来朱哥哥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不顾及你的感受，只知道禁锢你、逼迫你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我走？是，我本想悄悄放你走，但没想到被叶师弟抢先一步。大师兄，你真的肯放易欢走啊？你明明可以和他成亲的。你喜欢易欢，希望她幸福，而我比你更爱她，难道我就不希望让她幸福，不能成全她吗？欢梅，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更有婚约在前，所以你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我的太子妃，谁也抢不走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要让你幸福，绝对不会勉强你。我喜欢的是那个无忧无虑、活泼快乐的欢梅。我不想看到你整日愁眉不展，心情抑郁。朱哥哥，我只想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我跟你10多年青梅竹马，真的比不过你跟康熙相处大半年的时光吗？在你心里，你真的从未爱过我吗？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会尽力让你这辈子幸福快乐。朱哥哥，其实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，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兄妹之情，
无法变成男女之爱。我这次逃走不是为了去找龙小弟，我跟他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嫁给他。我只是觉得成亲是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既然没有办法对你一心一意，那我就不能嫁给你，也不能做你的妻子，那样对我们都不负责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马，还有一包你最爱吃的零食，包里面还有一些银两。你走吧。朱哥哥，谢谢你。朱哥哥，樊姐姐，叶哥哥，保重。小师妹，你也多保重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就回来找我们吧。驾！驾！驾！朱子轩，你真可怜，你不仅失去了你的江山，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！懦夫！啊！没想到小师妹的离开，对大师兄伤害这么大，他居然走火入魔了。如果我不救他，他不死也要落下一个残疾。不救还是不救？如果我不救他，以后玉欢知道了，一定瞧不起我，更加不会理我。大师兄放走了易欢，我心里怎么还隐隐高兴呢？倾城，你醒醒吧！就算如此，你以为大师兄就会忘了小师妹，把一番情谊转移到你身上吗？
会牺牲自己的内力来救我。之前是我错看你了。大师兄，我是喜欢易欢，但我比你更难得到他，所以我才会放他走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明明可以得到他，却也宁愿放他走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做不到。我打心里佩服你。好兄弟。这个。好，慢点，这往放。怎么了？太子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跟欢妹的婚事取消了。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互敬互爱，相互帮助，以后光复我大明，就要靠你们了。这个给你，我们和好吧。猪哥哥，你也吃啊？你吃吧，我不喜欢吃。给。来，一会儿妹妹。猪哥哥，虽然你放我走了，可你心里肯定是希望我留下来的。我就这么走了，你一定会很难过。天下这么大，我该往哪里去呢？易欢啊，易欢，你既然和龙小弟是永远不可能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他呢？一心一意地对待你的猪哥哥。不，我做不到。你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？也许你可以慢慢忘了你的龙小弟，慢慢爱上你的猪哥哥。太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欢儿任性，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？我这就去追他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却换不来他的回心转意。义父，你不要去追易欢了，他夜里就走了，你追不上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去逼迫欢妹跟我成亲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们就放欢妹一条生路，让欢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太子，如果他回到紫禁城找到了康熙，难道你也不后悔吗？我相信欢妹不会去找康熙。如果她真的去找了，我也不后悔，我会祝福她的。太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，你居然将先帝给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，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义置于何地？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、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置于何地呀？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也是你们的弟子。诸
诸明联盟的成员，我违背了盟约，愿意接受盟规处置。哎呀！你可知你犯了哪条盟约？该当受何处置？弟子知道。不遵师命，鞭责20；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，鞭责40。弟子2罪并罚，鞭责60。请义父遵守盟规，立即执行吧。联盟执法弟子何在？在。大师父，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，犯了盟规，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，不是寻常联盟弟子，当有豁免权。还望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过太子这一回吧。求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了大师兄吧。你们不必为我求情，正因为我是太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坚守盟规。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，如果义父和诸位师父不惩罚我，以后还如何管理好联盟？那就请联盟执法弟子执行责罚吧。驾！驾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晋王，你看是不是略施责罚就可以了，不用鞭责60这么多。24、25、26。太子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，维护他自己的声望，我们应该成全他。33、34、35、36。住手！太子，太子，你身体强健，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，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就会吐血呢？大师父，太子昨晚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。如果不是弟子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四师父，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晋王，太子确实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受了内伤，责罚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晋王。莫生，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。义父，快起来。还有24鞭没有打，请继续吧。太子，你已经身受内伤，我看这责罚就暂且记下吧。我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再多养几日便能恢复过来。如果因此减免了对我的刑罚，以后还何以复仇？还何以与大家一起光复大明？我撑得住，请继续吧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。继续。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住手53。别打了！师父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别再打了，我再也不走了。欢佩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朱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该回来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
朱哥哥，你不是想我回来吗？我现在回来了呀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我没有怜悯你，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真的放下康熙了吗？朱哥哥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姐，行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你。对不起了，龙小弟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好好的对你的3宫6院七十二妃吧。而我要忘了你，我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我的朱哥哥。皇上，黑狐的飞鸽传书。传索额图。这。太子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，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最好不要动用真气跟他人交手，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。徒儿明白。靖王，皇儿已经回来了，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？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，太子虽然受了伤，但是却行动无碍。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欢妹，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不碍事，既然你能回来，就是最好的灵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今天就给太子和奕欢完婚。好，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择时不如撞时。既然奕欢他能够迷途知返，及时赶回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吉事。至于吉时嘛，自然就是顺其自然。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，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。好吧，只怕最快也要等到晚上才能举行婚礼了。晚上就晚上吧，给他们拜堂之后，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。欢妹，你如果真的后悔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一切听从师父跟爹的安排吧。
师兄，倾城，原来是你啊！嗯，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。这是我亲手编的同心结，算是我送给你和小师妹的新婚贺礼吧。希望你们能够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是一粒沙，我愿在风中为你挣扎，请不要割断我的牵挂，这是我仅存的思念啊。如果前路铺满雪花，我也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全心全意爱你、珍惜你的人。等幸福在发芽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你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我选择拒绝解开心里爱的毒，你却只能聊聊我的无助。大师兄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没有勇气看着你与小师妹成亲。我祝你们幸福。等幸福在发芽。还是咱们这大明的服饰好哈！瞧太子穿上这身喜服，可比平时英武潇洒多了，哪像这清朝的服饰，穿着浑身不自在。太子真精神，可说呢。好久没这么大喜事了。对，太子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义父不必担心。那就好。太子呀，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身上的伤啊，也许就不药而愈了啊！太子，你叫错了，你马上就要跟奕欢成亲了，你还在叫晋王义父，应该叫爹。啊，这也算对对对，是啊，爹。哎，欢儿怎么没来呢？啊？哎呀，这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化一化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肯出门。倩影正在给她梳洗打扮呢。这样吧，我去催催她，就说咱们的新郎官等急了。我们家欢儿好美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可千万别让新郎等太久。樊姐姐，等你出嫁的那一天，到时候我也为你梳妆吧。我这辈子怕是会和雪姐姐一样，都不会再嫁人了。
我和雪姐姐心中的那个人，怕是都是不可能。可我们既然不能跟心中认定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嫁给别人。樊姐姐，姻缘二字是这世上最难说的了。我们会遇到有情无缘的人，可有些人却是命中注定。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，在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注定是不可能，所以我们是有情无缘。可我跟朱哥哥呢，就是命中注定。好了，既然你决定放下心中那个人，决定要嫁给大师兄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不然的话，不仅会伤了大师兄，还会伤了大家的心，更会伤了你自己的心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欢儿，你这身打扮可真漂亮。倩影，你要准备好了，就快把新娘子带过去，赶紧拜堂成亲，新郎都等急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娘，我们马上就好。快点啊，快点，欢儿。我不想盖这个盖头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？乖。等一下，这是谁放的孔明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小师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雪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，劝劝她吧？毕竟我出嫁，她也该陪陪我啊。好，那我去叫她，也劝劝她，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。那你可在这乖乖等我啊。不好了，徐姐姐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哎，小师妹呢？新娘子也不见了。叶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刚刚给她打扮完，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，小师妹突然想起学姐姐不见了，让我去找学姐姐。结果我这学姐姐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成亲呢？大师兄，刚刚小师妹就是在这儿等我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学姐姐也不见了，他们该不会是被人给掳走了吧？不可能！以倾城的武功跟易欢的轻功，没有人可以不动声息地把他们给掳走。大家都四处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雪倾城和易欢，真是奇怪，他们能去哪儿了呢？倾城这孩子有些心事，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自然都明白。他大概是没有勇气看到太子和易欢成亲，所以便不辞而别了。可是欢儿又去哪儿了呢？他不会又逃婚了吧？可是这次是他自己回来的，他还说已经想明白了。忘记康熙一心一意对太子。我觉得这次欢儿是下定决心要回来跟太子成亲的，只怕是临时又动摇了，又没法面对太子和我等师长，所以便不辞而别。
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。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2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，没时间跟你赌。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1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嫁人了。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思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思轩。朕第2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你我是同月同日生，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两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，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注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！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傅看到了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现在拿下一个真龙天子，拿下一个九五之尊啊！真龙天子、九五之尊，那是对别人而言。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！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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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发过誓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就只有以毒攻毒。